兄弟姊妹平安，今仔是7月16，咱的7月份又搁过了一半，望上帝来帮助咱，时间拢过了真紧，总是上帝帮助咱，互咱会当来珍惜咱的时间，逐工会当将上帝的话放伫咱的内面。咱今仔所看的圣经节伫《使徒行传》17章16节到31节，《使徒行传》17章16节到31节，望上帝透过这段圣经的话，互咱通知要怎样甲人会当来传福音，互人会当来认捌上帝。《使徒行传》17章16节到31节，若有请咱掀开圣经来读，若无请听牧师伫遮来讲这段圣经。《使徒行传》17章16节，保罗伫雅典听效因。看见满城拢是偶像，就伤心着急，所以伫会堂甲犹太人以及敬虔的人辩论。逐日伫家市内所拄着的也是安尼。有以庇古罗、苏多亚两教门的特使甲伊辩论，有的讲即个扣人的话抱的是咧讲啥物啊？有的咧讲，伊是亲像传邦国的鬼神的，是因为伊传耶稣甲国我的道理，因就带伊到亚历山讲：你所讲新的教，通互阮知吗？因为你用奇怪的事传入阮的耳孔，所以阮爱知遐个是啥物意思。雅典人甲店遐的出外人，袂顾得别项事，独是将新的事来讲来听尔。保罗徛伫亚历山中讲：雅典人啊，我看恁凡事敬畏神明，点燃热心，因为我咧行游的时，看见恁所敬拜的拄着一座坛，顶面写着袂捌的上帝。恁所袂捌来敬拜的，我用伊来甲恁讲：迄个创造世间甲其中万物的上帝，既然是天地的主，无徛起手造的殿，无互人的手服侍，若亲像伊有所欠缺，是家己用活命喘气，甲万物互众人，佮创造万邦的人，对一个本源徛起伫全地面，佮甲因和大生定着的时期，甲所徛起的地界，是要互因找上帝，欠彩通随无来得着。其实伊离开咱逐人无远，因为咱踮伫伊来顶动，来伫地，亲像恁中间最死的人有讲，因为咱遮个也是伊的囝类。但既然是上帝的囝类，就无该掠上帝的本质，亲像金银石，人的功夫、人的心思所雕塑的，遐个毋知影的时代，上帝无救看，但就命令逐所在的人拢总着反悔。因为有定着一日，要用伊所设立的人，照公义审判天下，是对死人中，互伊国活，互众人有凭据通信。阿们，愿上帝祝福伊的话。今仔日咱所看到这段圣经，是保罗先生伫雅典这个所在，咧遇到这个雅典人这个这个希腊人，因伫遮来传福音。咱若知伫圣经的内面讲到这雅典人，这个人因敢若亲像咱台湾人共款。咱台湾人有真侪庙啊，有真侪大大小小的庙啊，有真侪人咧拜神明。总是伫迄个所在，雅典人因有若拜因真侪的神明，欠彩因有一个坛，迄个坛叫做袂捌的上帝。因有真侪人惊了讲我若去拜着即个神，无去拜着另外一个神，欠彩毋知即个神会甲我
来创治，无也是讲我无拜着即个神，是毋是安尼是毋对的。所以因有真侪的神明，伫雅典人因的城内，甚至因所敬拜的真侪神明，因还佫惊讲，还佫无通好敬拜的人，敬拜的即个神明。总是保罗先生伫即个圣经的内面，甲因教示讲，即个袂捌的上帝，保罗先生甲因教示讲，即个袂捌的上帝，我将即个袂捌的代志，讲互恁大家知影。所以透过即个保罗先生伊所讲，耶稣基督对世人搁活，互上帝话来成做一个凭据，意思就是上帝话所讲的是确实，是较真的。欠彩有真侪人因毋捌上帝，欠彩有真侪人因无听见过上帝，总是透过即个传福音的保罗先生，互因遮个人会通知影，上帝是创造天地的主，甚至咱人的喘气活命，咱的即个咱的所行做的，拢是伫伊的内面。所以，亲爱兄弟姊妹，有当时咱毋知要怎样来向人传福音。欠彩有人会讲伊是拜什物神明的，伊是拜倒一尊神明的人。有真侪拜神明的人，因的心内嘛会着惊，因的心内嘛会惊讲，毋知因所拜的是毋是对的。总是咱信主的人，咱有一个真大的把握，就是咱所信的是创造天地万物的主。所以，望上帝来帮助咱，有保罗先生，互咱做一个真好的即个模样，互咱会当来学习。一个教示，互咱来学习。当咱要怎样来教有遮个拜神明的人来传福音的时，望上帝来帮助咱，互咱会当参像保罗先生伫雅典即个所在，伊所讲的遮个话，会当来考劝遮个众人，互因着知，搁我的主耶稣基督就是上帝所备办即个有凭据的即个证据，表示上帝话是真的。上帝要搁差派一人来做审判，互众人通知。独伊是主，所以亲爱兄弟姊妹，欠彩有真侪人拜神明，欠彩有真侪人拜其他的即个偶像，总是咱毋是去礼骂人，咱毋是去讲人的毋对，咱就将因所毋捌的即个神讲互因知影，互因通知真正爱去敬畏即个上帝是因所毋知的，所以望上帝来帮助咱，互咱会当有智慧来传福音。互人无因为咱敢若亲像堪伊有即个对抗，也是讲咱有即个堪因无共款的即个信仰，比较会有即个有即个相冲突的所在。咱互因着知，上帝是创造天地万物的，咱所惊所无拜着迄个，就是即个咱袂捌的神。上帝就是即个创造万物的主，伊是咱所毋知影的，也是讲咱无去敬畏、无去敬拜着的。这是保罗先生所传予即个雅典人的即个福音的信息，所以望上帝帮助咱，互咱也有智慧，通来传福音，互人来明白、来了解，望上帝来帮助咱平安。